同一個人相處好舒服、好輕鬆，唔使懷疑呢個人嘅情商大概率贏咗你幾條街。你以為佢好溫柔，其實係佢幫你擋咗所有你睇唔到嘅衝突同誤解。好多人以為高情商就係講嘢好聽、識做人，錯。真正嘅高情商唔係話術，係懂得俾空間，識精準辨識情緒。佢哋最勁嘅唔係講得幾靚，而係你根本感受唔到佢做過嘢。點解你覺得如沐春風？因為佢悄悄化解咗好多潛在嘅張力。你哋之間冇矛盾，唔係真係冇，而係佢喺你察覺之前已經處理埋。佢哋好清楚邊啲話唔使講，邊個位要收，邊個時機要退。呢種能力唔係演技，係真正嘅體貼。佢哋唔會將自己嘅情緒、期待、需要變成你嘅負擔，反而會用最低成本、最少痕跡去調整氣氛、引導節奏。你哋傾偈冇壓力，唔係因為佢弱，而係因為佢強到可以承接住你嘅所有情緒波動。社交嘅真正高級感，從來都唔係壓迫感，而係毫無負擔。越係厲害嘅人，越懂點樣令其他人舒服，就算一句嘢都唔多講，你都會覺得好自在。呢種舒服唔係表面嘅客氣，而係深層嘅安全感。佢令你覺得你可以做自己，可以唔完美，可以唔使時刻緊繃。你以為你哋好夾，其實係佢識得配合你嘅頻率，遷就你嘅節奏。呢種能力背後係高度嘅自我覺察同情緒管理。佢哋唔會因為自己唔舒服就將情緒轉嫁俾你，反而會消化自己，成全關係。舒服係最難得嘅一種能力。好多人一世人都學唔識點樣俾人舒服，因為佢哋連自己都唔舒服。而真正高段嘅人，佢哋知道關係嘅本質唔係控制，唔係表現，而係共存。佢哋唔急住證明自己，唔急住搶風頭，唔急住贏一場對話。佢哋明白，令人舒服就係一種最高級嘅影響力。能夠令你舒服嘅人，先至真正值得你深交。如果你身邊有呢種人，請你好好珍惜，因為令人舒服嘅關係係稀缺品。關注 Jackie 同真正值得深交嘅人行埋一齊，一齊提升社交嘅質感。